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。經過咧就一個即係漫長嘅週末週日啦。咁兩日夾埋幾個地方，咁合共咧就跑咗廿幾場馬，大家都會攰嘅嚇。咁加埋咧天氣亦都有啲改變啦。若果咧就即係大家譬如出街好，入馬場好，咁我諗咧呢段時間咧大家都要咧就留意個天氣變化嚇。好咁，但係咧就嚟到咧10月中啦，始終都馬季咧就係開始。大家熱晒身啦，亦都咧就進入去呢個接近高峰期啦。因為咧啱啱咧就喺呢個禮拜日啦，完成咗咧就呢個沙田錦標啦，係季內嘅第一場2級賽啦。咁亦都咧就意味着咧就譬如12月嘅國際賽啦，你見到啲馬王級嘅馬啦，遠征嘅遠征，咁翻嚟熱身嘅熱身，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對12月嘅即係國際賽事啦，咁係開始做準備噶啦。咁但係咧嚟到咧今次賽事跑翻谷草啦，咁谷草咧喺呢段時間咧，往往咧你會感覺上邊啦，就係同呢個沙田嘅即係賽事啦，咁嗰個戲碼咧係有啲分別嘅，咁都冇辦法一定係會以即係中下班次為主，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喺上半季啦，咁跑馬地始終都係呢個跑馬地百萬狀元噶嘛，即係呢個係啦跑馬地百萬狀元嘅挑戰賽，咁。喺即係高班次嘅賽事裏邊啦，3分或以上嘅賽事裏邊啦，咁喺呢段時間咧都仲係會即係會較季尾嘅時段好睇嘅。咁我都相信咧，就即係喺縱使大賽期間中間卡拿住中間嘅呢個谷草賽事都好啦。咁at least咧就高班嘅賽事咧都要翻一定嘅睇頭嚇。咁睇下咧大家咧心水如何啦。既然係咁咧，就今次賽事咧都閒話休題啦。同大家咧就即係講講嚇，我同心怡老師嘅心水先啦。今次咧就跑呢個9場嘅谷草賽事咧，用個 B 欄跑道。以往咧 B 欄跑道咧都係會比較平均啲嘅，咁即係後上嘅馬咧喺 B 欄跑道咧係冇咁吃虧。咁當然係睇下咩路程啦。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B 欄跑道既然平均啲啦，有啲馬可能會着數啲嘅。嗱，以往跑馬地咧就路程專家就即係你始終都係路程專家着數啲啦。B 欄咧已經係咁多條跑道裏邊咧較為容易適應㗎，因為佢平均啲係嘛。只要咧你有實力嘅馬啦，轉過嚟跑谷草咧係有即係有把握去應付夜賽啊，或者咧即係喺運送嘅途中完全冇問題嘅話咧，能夠適應機會咧就會高啲嘅。所以咧就係平均啲啦。咁你都要預算有啲場合咧就都有機會有冷門出現㗎啦，呢樣冇辦法去避免㗎啦。唯有咧揀一啲咧就即係感覺上啦，咁應該係簡單啲，或者咧係勝算高啲啊，把握力強啲嘅馬咧就推介俾大家啦。講講今次我哋兩匹心水先。咁我咧就都係場次先啲嘅，不過睇翻我同老師嘅選擇咧，佢揀尾場，咁我揀任何一場都先啲噶啦嚇。咁我就揀第6場啦。第6場咁呢個2班嘅1000米馬丁萬力錦標啦，浪琴錦標嘅。呢場3天尾關嘅場合，咁我選擇咧，我比較中意咧就係5號嘅顏色之王嘅。嗱，咁呢場賽事咧，雖然話3T 次關啦，唔係3T尾關，3T 次關啦，第6場啦嚇。咁你擺9隻馬啫，只係咁以往咧都係有啲棘手嘅。不過咁今次可能有啲唔同嘅，雖然佢係得9隻馬擺喺3T 嘅次關，但係因為呢場係杯賽啊嘛，杯賽都好少去到尾場就頒杯㗎，係嘛？咁所以咧中間啲嘅場合咧都好正常，所以我又覺得呢場賽事總之係馬少啲，但係未必冇機會跑翻熱門出嚟，即係未必冇機會跑翻啲實馬出嚟嘅喎。咁所以咧我呢場我都係揀咗顏色之王，就係因為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咁好啦，咁你會覺得呢隻顏色之王咁樣？尤達榮馬房4歲嘅澳洲嘅自購馬，尤達榮馬房今季咧就都係比較遲先開齋，啱啱先上個禮拜開齋，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嘅時間表啊，上季咪又係10月幾開齋，其實冇太大嘅分別嘅，即係只不過佢第2季早咗1個月咁樣派馬去熱身熱定身啫嘛，佢第1季嗰陣時第1個月完全冇派馬嘅，即係好似蔡約翰咁樣，佢只不過用翻以往嘅方法。係10月開始，11月或者跟住打後先至開始，即係丙能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以往第1個月或者頭1個半月馬都唔多出嘅。咁但係只不過咁你陣中你有啲馬真係需要減分、需要熱身嘅。咁只不過喺第1個月用咗出嚟嘅。即係所以咧，佢哋嗰個成績啊，表面上或者係令到你有啲失望，但係咧有機會其實同往季比佢哋都係咁樣，有機會呢個都係錯覺嚟嘅。咁所以有啲馬啦喺佢手上邊，如果係得嘅，咁佢始終都會得㗎，係嘛？咁而呢隻咧就我嘅顏色之王咧，咁喺上季咧，其實喺尤達榮手上啦，你見到佢跑呢個路程跑3次，全部都係入票嘅，兩邊一個第2。咁但係跟住咧，佢走去增程啦，然之後仲過埋田草跑黃昏賽添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增咗程之後，谷草嗰啲上績仲可以跑第2，但係過咗田草咧就真係落地啦。咁係咪即係代表呢隻馬嗰個能力到此為止咧？咁樣，但係我唔會咁認為啊。對於
即係最低限度呢隻馬，佢上季係3歲，今季係4歲，係嘛？莫為南灣國嘅馬，咁嚟香港之前，咁佢係以1000為主嘅，咁1100跑過第二，1200未跑過嘅。上季3歲，只不過砰砰咁啊贏咗2場之後，咁啊算係交代咗啦第一季嚇，咁啊去嘗試下增程去揾出路咯。咁我又覺得呢啲係好理想嘅，即係好理所當然嘅事啊，好正常嘅事喎。第一又交代咗啦，冇壓力嘅，咁同馬主都容易講啊，係嘛？咁你隻馬冇理由成世都係淨係跑1000㗎。如果你係為南灣國嘅為南灣國嘅馬，你係最低限度係可以跑到1200嘅，咁你都要試下㗎，係嘛？其實佢上季已經證明咗，至少谷草1200係得㗎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個田草1200輸，但係你話個田草1200輸武林密碼人和家興愛馬仕嗰啲2個幾馬位喎，係咪真係好曳咧？都唔係㗎。咁所以我都覺得呢隻顏色之王咧，佢目前4歲喺香港只係跑咗6場，其實佢真係大把世界嘅。咁至於好啦，啊到今季啦，話喺呢個2班86分起步啦。如果純粹睇呢個評分嚟講咧，目前佢係高點，但係咧我唔會坑住嘅，因為佢始終都係4歲馬。嚟香港之前係跑咗幾場，但係其實佢都係跑咗10場開外嘅啫。咁佢呢段時間咧係最有機會進步嘅。咁亦都咧就今季啦復出啦，就跑呢個2班嘅1000米啦。其實呢個先至係谷草1000米，呢個先至係佢最首本嘅路程。咁亦都咧喺1200米縮翻落嚟，有新鮮感之下，佢其實跑1000咧，跑1200我仲係有少少擔心嚇，因為佢未開氣。但係跑1000咧，我完全唔擔心嘅。咁至於你話咁，但係佢上季係熱完身之後會好啲嘅喎，咁樣。咁但係你都要小心啦，因為佢上季係3歲嘛，同埋佢上季係沙田直路1000熱身啊嘛，咁跟住就轉過嚟跑谷草就贏啊嘛。咁但係今季一嚟就跑呢個谷草啊，大家不妨留意下啦，有好多即係第一季初出嗰場唔得，但係第二季初出得嘅咧，好多時候都係4歲馬嚟嘅，係因為咧呢段時間係佢當起嘅時間，佢有機會根本就唔跑唔到新鮮，只不過3歲嗰陣時你都要落地適應下熱下身，但係4歲就唔需要啦，可能。佢會即係到4歲起飛期之後，去到5、6歲，佢又要翻身都唔頂㗎。但係4歲咧係最大機會突破，尤其是第二季啊，最大機會突破嘅年紀。咁所以咧呢個顏色之王咧，我更加中意佢咧。今次咧係縮翻程落嚟跑首本嘅谷草1000，雖然檔位曳少少，但係因為佢個跑法咧係比較彈性啊，同埋佢識得追馬。咁3歲都已經係識得追馬，仲係追你年少多好啊嗰啲嘅喎。咁所以今次喺呢度對住嗰堆快馬都算係幾多㗎，又有翻年少多好啊、八駿巨星啊、人和家興啊，呢啲好快㗎嘛。咁對顏色之王嚟講咧，第一佢磅位唔算好重，雖然外檔起步，但係佢喺呢個路程嘅專家又識追馬，呢幾點咧對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有利嘅。隔晚挨住5倍啦，理想嘅賠率打。咁所以咧我比較中意第6場5號嘅顏色之王啊。咁啊我自己介紹呢匹。咁啊至於新嘅老師咧，佢就中意較後啲嘅場次啊，佢比較中意第9場嚇。第9場呢條3班1200米，佢嘅心水馬咧就係8號嘅天星嘅。OK，咁嗱呢場賽事咧去到尾場啦，通常尾場咧都係會混亂啲啊、闊啲啊，或者即係個範圍闊啲啊、複雜啲啊，或者可以選擇嘅馬會多啲，咁好正常嘅。咁但係咧就我諗我同雙面老師都係噶啦，結果都係揀翻天星嚟行頭噶啦。咁嗱雖然你會話咁天星呢匹又係3轉4歲嘅澳洲嘅 PPG 啦，咁佢係希斯馬房嘅。咁好啦，咁呢隻咧就你會話。咁佢第一次跑谷草，你覺得係咩好啊？咁樣咁嗱，首先天星咧，佢雖然係第一次跑谷草，但係你唔好忘記，你睇翻佢嗰個晨操表，其實佢好早已經喺上年，即係喺上季啊，喺2月份嘅時候已經係試谷草集噶啦。OK，咁啊2月中嗰陣時試谷草集，當其時咧係僅僅輸俾紅衣醒目嘅啫，當其時都未出賽，跟住到3月先出賽，就喺翻沙田度出賽。嗱咁換句話講，其實佢既然一出就贏嘅話，咁當其時，如果佢選擇第一場跑谷草，佢一樣可以贏嘅，只不過佢選擇跑田草咁解。但田草喺4班贏完之後，咁跟住再跑第2上3班，佢跑多咗5場，雖然未再贏，但係其實咧名次係2、3、4、5、6名。換句話講咧，即係佢喺3班呢5場咧一樣係攞獎金嘅。OK，咁好啦，咁啊揸住呢個賽績啦。咁你喺3班遇到嘅對手當然會唔同啦，啲時時歡欣啊、燈膽將軍啊、肯佩斯啊、哈羅威，你對住呢啲對手嘅。OK，咁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其實佢可以再報3班。我又覺得呢係4歲馬嚟講，睇佢呢幾場嘅表現，因為你對上嗰幾場，你譬如好似對住時時歡欣啊，對住肯貝斯呢啲係輸一個馬位以內嘅啫。我會覺得以佢個質素、佢嘅進度，佢如果留喺沙田度跑，佢始終都係會贏嘅，可以征服到3班。但係咧希斯就有啲招嘅。係啊，你見到嗰啲風雲武士啊嗰啲啊，係啊，跑到沙田跑3、4場佢唔贏，佢搏過嚟就轉過嚟跑谷草噶啦。
況且即係譬如佢之前嗰啲，甚至乎冇試谷草集，佢都尚且有把握係跑得好。呢係天星，更加根本上喺出賽之前已經試谷草集試得好。換句話講，佢一早已經部署好喺沙田同埋谷草都係得嘅情況之下，喺沙田出道先。咁喺三班田草跑嚟跑去未贏到，一味都有近嘅，咁佢咪就轉過嚟谷草咯。咁今次啦，轉過嚟谷草，咁啊除咗個面箍戴眼罩，咁亦都咧就掹到上潘頓啦。潘頓今次咧就都幾犀利啊！佢真係跌埋心水咧，係索騎咗幾隻121磅嘅馬，即係話咧呢啲馬佢喺佢即係胯下咧一滴死磅都冇咁滯嘅。咁而呢個天星咧更加係同希斯合作啦，大家都知道家燕高升嘅成功嚇，咁啊更加咧即係令到呢兩個即係騎練嘅關係咧係牢不可破嘅。咁我都相信咧天星咧，因為呢幾場都贏唔到，咁好啦，終於咁潘頓都可以騎得到呢個磅位，咁交俾潘頓試下啦。咁我又相信咧，啱啱嗰次潘頓贏完珠峰錦標，翻到嚟香港就失落咗騎師王，但係其實佢都兩邊嘅。咁我諗今個禮拜三咧就會完全唔同啊！你睇佢啲手馬都真係強嘅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強勢咧就再度封王啦。咁佢個1,900 win都今次達到1,900 win 嘅機會都相當之高㗎啦。咁我又覺得喺天星之前可能都已經達到，而天星咧係聽日守尾門啊嚇。咁睇下咧就天星可唔可以幫即係潘頓同埋希斯咧就再下一城啦。咁呢隻咧我都中意嘅，咁所以我同新宇老師咧都係中意第9場嘅8號馬天星嘅。咁只不過咧呢場咧除咗佢之外咧，其他嘅馬咧邊線馬都會幾多。咁我諗咧，如果你真係揀天星做膽咧，拖配腳咧，可能要拖多1-2隻啊。好啦，咁亦都咧就重溫下今次咧我哋2匹嘅心水馬匹啦。咁我就比較中意咧就係第6場啊，5號嘅顏色之王。新宇老師比較中意第9場8路嘅天星。咁啊6場5、9場8，聽日我哋2匹嘅全日心水啊。好啦，咁啊都係第一支持啦。咁啊嚟緊咧就即係賽事咧就陸續有嚟噶啦。咁6號夜馬即同盟咧就會員頻道咧就好早已經有噶啦嚇，亦都咧就歡迎大家咧就加入啦，同我哋一齊咧就並肩作戰嘅。咁喺呢條片下邊咧就有條 link，咁啊會介紹咧就會員頻道嘅詳細嘅資訊啊、參加辦法噶啦。大家 click 入去，咁啊揀自己心水嘅等級啦，收到唔同嘅即係賽事資訊啊，咁就可以咧喺今季餘下嘅時間同我哋一齊咧就並肩作戰嘅。好啦，嚟緊禮拜日咧就有賽事上演啦，多謝大家捧場支持。禮拜6晚再同大家喺 YouTube 頻道再見，禮拜6見，拜拜。